on, boys.有啲咩問題可以舉手啊？係咯，我會過嚟幫你嘅，大家加油！啱埋呢個 ，OK 啊呢個，你試下啦，我嚟。初步獎咧，嗱，一陣間咧最後嘅時候咧，我哋會考下大家仲記唔記得點跳嘅，有禮物等緊大家㗎嚇。跟住我哋準備挑戰另一個花式嘅項目咯喎，係啲醒我俾阿司徒財先嚇。Elbow。哇嚇。Baby。headset 換翻 headset 啦 ，Air Baby 呢個叫。好靚，頭先嗰個掌聲，掌聲，係，佢基本上其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踩出嚟 ，and， 踩出嚟 ，and， 踩出嚟 ，and， 踩出嚟，停低，非常好，俾多啲掌聲佢哋，然之後咧4眼啊，我見佢哋個 fit 咧。真係想教啲難啲嘅嘢，5、6、7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踏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，and 踏步踩前，踏步踩前，踏步踩前，踏步好翻嚟踩實，轉身 ，OK， 有前後腳 perfect， 為右為左，大手。pose， 嗱，我期待轉身望你哋啦。OK， 好，起身，掌聲。嗱，然之後驗收啦。嗱，有啲快啊。1、2、3，準備5、6、7 ，bounce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開頭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白兔式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緊要完成㗎啦，轉身。右腳，左腳 ，pose， 耶，掌聲，好，做乜嘢得㗎？做乜嘢得㗎？有個嘅，好啦。就將隻手擺喺呢度，記住夾埋少少，我哋攞正排碌地，瞓低，唔好俾力住，瞓低，真係好舒服地瞓嘅。咁然之後咧，隻左手咧同埋右手係見到嘅 ，and then 我俾個反面你，然之後將呢一度右腳擺左腳擺上嚟，係有唔得啦，有唔得啦，真㗎，攝影組有冇攝影組 ？OK， 好，可以翻嚟掌聲，有唔得啦，真係有唔得啦，我試下行過嚟望一次嘅，成件事唔好發力，你越嗰度咧就要睇時間嗰度啦 ，OK。我試下同多次，頭跪喺度，唔使喐㗎，係啊，唔使喐㗎，1、2、3，跪，膊頭喎，膊頭，得唔得？係啦，有人明啊？影緊相添啦，已經啱晒，係啦，啱晒。得。有信心嘅話咧，先至臨尾我識得嘅。OK， 好，坐喺地下。有幾位有影好好啊！一嚟到其實係望實嘅左邊，我哋會係啦，即係試下拉嗰陣咧，呢一腳一定可以鬆開，一鬆開呢個波就得，跳啊得啦，係啊，盡力，very good， 睇呢下，好轉過去，係啦，好望左邊，望實呢邊記得望實呢邊嗱，而家啱㗎啦，呢隻腳唔好喐，呢隻腳用力向上拉，得 ，very good， 好啊。Very good， 好，哇！呢個拉到，爭一下啫，就係咧拉嗰個即係你拉到好高，但係記得落翻地會易啲嘅，即高傳過去之後咧，將條腳落翻地，係啦，將條腳落翻地，即係成個動作前面都90分嘅啦，即高傳過去，但望實左邊，係啊。
踩實全身。哇，各有美態喎。好嘅，好合格。多謝你，好嘅，最後一個啦，施寶成先生。而家咧，大家都幫我用兩隻腳夾實個波，頭先一樣嘅夾實個波。咁容易？係夾實先。咁啊得啦，係嘛？快，行過先。我而家行埋嚟，好快踢一下。你夾實少少，你唔好咧俾我踢第一踢呢個波甩咗，得唔得？夾實啲啊！夾實啲。係，話好好啊！望住個波得啦，唔使望住我啊！好，加油！3、2、1。哇！哇！佢呢做中第一流，係啦，之後就後面就係啦，壓力係咪咯？做好壓力啊！嘅 Big Friday 街頭嘅3項跳，笑要玩啦，叫做花式跳繩啦，花式嘅跳舞啦。